你好，等一下我叫胡志伟，是个摄影博主。我觉得你气质很好，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哇，谢谢你，感谢。好好看啊！对，好看。对，我觉得你光打在你头发上很好看。这个图哪里可以看到你方便关注我一下吗？可以。哇哦，好厉害呀！我能直接扫二维码吗？可以啊。好好看呀！你好厉害呀！没有。厉害呀，太好看了，太厉害了你！谢谢。然后我这里有录制视频，可以把视频和刚刚拍的照片一起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有点唐突，我过来旅游。不会，我觉得你很……你是哪里过来的？我是广州过来的。广州过来的是吗？请问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姓张。张小姐。你好，我叫胡志伟。你好。辛苦你了，谢谢。